新闻头起先来关心着立法院南北党团推杀反废死的公投。中选会是认为这反废死的公投无符合公民投票法的规定，所以暂时决议把这个公投否决掉。国民党这边就批评这是封杀民意，是民主的杀手。因为民进党这边是讲，只要公投的项目有合法，当然得使来举办。赞成54人，反对48人，赞成者多数。国民党党团提议照案通过。5月16日，南北用人数优势伫立法院顺利通过由国民党团提出的反废死公投。第三中选会开临时委员会决议，因为无符合公民投票法规定，无法度办理。审议结果认为，它非属公民投票法第2条第2项第3款所指的重大政策之创制或复决，并不符合公民投票法第15条第2项的规定，本会爱难办理。针对反废死公投被否决，国民党立委王宏维批评中选会伫百姓民意之上没收公投，民进党就是要推动废除死刑。中选会封杀反废死公投，再一次证明民进党执政就是要推动废死，违背民意，让受害人正义没有办法伸张。我们在此仍然是强烈的谴责中选会没收公投，也打脸了赖清德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批评民进党三大主张，带到废除核电是台湾民主的杀手。民进党立委吴思瑶是回应中选会是独立行使职权，合法就应放行。因为中期核三公投案，中选会是认定是针对重大政策的创制法官确定成限，投票日确定伫8月23。公民投票案所需的一个经费来讲，以往每案单独一案所需经费约莫是9.2亿，那今年呢，这个所需的一个经费约莫是在11亿。基本上，这也是一个对着空气挥拳的一个公投啦，也代表了国民党真的是为了大罢免，害怕大罢免，可以说是国民党绞尽脑汁啦。中选会预估这摆核三中期公投爱开11亿，立委罢免案平均一案是2000万。因为公投是不是应放罢免？中选会表示，有缘看各罢免案宣告成案了后办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